我哋今日去位於 Appenzell Canton 嘅 CFC， 呢度最出名嘅係牛同埋所有牛奶嘅製品，包括芝士同埋牛奶。Wasserhausen Bahnhof 一落車就會見到纜車上山頂。4月份係定期嘅維修月，纜車就會停駛㗎喇。而我哋今日嘅目的地呢，都唔係上山頂。好啦，我哋正式出發。首先係會經過停車場。喺行山入口位置會話你知今日有邊啲餐廳有開到。由呢個區域開始就只有指定嘅車輛同埋行山人士可以出入。一開始我仲喺度諗緊呢條慢慢上斜嘅路好易行，果然係我太天真啦！越嚟越斜，開始覺得唔對路啦。呢條路上得好辛苦。我休息咗1分鐘之後就繼續上山。越行就覺得越唔對路，點解越嚟越斜嘅呢？一睇到地圖，見到啲等高線咁密集，先發覺唔對路啊！呢段係最後上斜嘅路段啊！望返轉頭，個個都行到面容扭曲啊！哇！終於捱過咗嗰段上斜嘅路，奪命死亡斜呢條路。呢條平路終於可以回一回氣啦。雖然仲未到達目的地，但係一直都係平路，易行好多啦而家。感覺就到啦，而終於亦都有心情可以影下其他風景啦。4月份嘅 Appenzell 仲係有雪山喺度㗎，望上去啲雪未融晒㗎。終於行完咗嗰段 non-stop 上山嘅300米，行到就嚟死亡之際，發覺可以完成嘅。而家終於去到甜頭啦，前面嗰個凹位呢，應該就係CFC 嘅位置。最後直路。同我想象中係有出入嘅。4月份嘅草仲未好綠，而過去2個星期都冇落雨。不過唔緊要啦，俾個機會我盛夏嘅時候再嚟多次。風景固然重要啦，但係每次行山遇到啲開心嘅狗狗，都為行山增添咗唔少嘅樂趣㗎。由唔同嘅角度欣賞呢一度。
一路望向右邊，有一支針嗰座山呢係 Santos， 喺呢度好出名嘅高山。影下，突然之間見到人喺度游水。點解咁驚訝呢？係因為呢個湖出名係好凍嘅啲水。我之後喺湖邊聽到佢哋兩個講，啲水好凍，要即刻上水。揀個靚位就喺湖邊食自備嘅午餐。食完飯之後呢，就繼續出發啦。對於面前嘅山峰，依然係覺得好震撼。呢一片草地呢，亦都生滿晒花㗎，同埋呢一刻眼前嘅景色真係靚到噔一聲。俾大家睇下我所謂嘅滿地嘅花係咩意思先，希望我影到啦。睇完花就俾眼前呢個倒影嚇親啦！點解可以咁靚嘅呢？因為呢個景色啱啱上山嘅辛苦，乜都值得晒啦！係時候回程啦！經過樹林，
經過木屋，經過懸崖峭壁，之前上車嘅路就變咗落斜啦。時間已經嚟到下晝嘅1點半，上山嘅人呢，比早上嘅人潮呢已經減少咗好多啦。又再次回到個閘口啦。雖然睇落有啲傻，但係如果有風，然之後你又好想吹個頭殼頂，但係又想繼續防曬，我覺得我呢個方法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出咗閘口之後呢，冇即刻去火車站，因為上次喺度飲過呢度嘅牛奶之後呢，就念念不忘啊！希望今日可以再次飲到啦。咦？呢個位置多咗個飲水位喎。認住呢個標誌，就等於可以安全飲用嘅食水啦。係啊，特登走嚟買奶飲，冇開到。唉呀，真係冇開到喎，太令人失望啦！牛棚仔喺後邊咋，呢個位全部都係牛喺入邊，但應該。唉，好啦，整理心情，準備搭火車返屋企啦。生活喺可以感受四季變化嘅地方，生活嘅節奏亦都會隨住季節而改變，並唔會一成不變。對生活亦都多咗份期待。多謝你嘅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ciao ciao。